大家好，我係嘉里。今條影片就想用一個傾偈形式，同大家講下今日 Deliveroo 戶戶送退出香港事件一事。咁我認為呢係堪稱美團用 Kida 進軍香港之後嘅第一滴血。香港嘅主要外賣平台呢，之後就會得返兩間 Deliveroo 就會做到4月7號就會終止營運，相關嘅資產就賣咗俾 Foodpanda。雙方嘅關係原本係競爭對手，而家就變成唇寒齒亡，因為兩間公司嘅母公司夾埋嘅市值都只不過係美團嘅1/10。如果從市佔率嚟睇咧，根據 Measurable AI， 外賣市場原本係7:3比 ，Foodpanda 7 Deliveroo 3。但係自從 Kida 喺2023年嘅5月份攻佔香港之後，俾人打得最慘嗰個呢，反而係 Foodpanda， 訂單份額即係得返43%，而 Deliveroo 嘅市佔率呢都有影響，但係就已經相對地冇太大變化，維持喺25% 左右。咁睇返 Deliveroo 母公司發聲明講到，香港市場呢係冇辦法做到 EBITDA 正數。即係話，如果唔計投入落去嘅資金同埋利息嘅話，淨係靠盤生意嘅營運都冇辦法做到正數。更何況咧 ，Kida 入嚟之後，捉住你行業嘅痛點，即係免運費嘅門檻高，就推出一人餐、運費貴同埋送餐時間唔準時嘅問題。當然，亦都有好多商戶加入。現階段 Kida 一定對佢哋好好，但係往後嘅日子咧就真係唔敢保證啦。結果啊 ，Foodpanda 同埋 Deliveroo 就要被逼提供更多嘅優惠，例如免費試用會員會籍，而 Foodpanda 咧更加推出一人餐，同埋最近咧就有啲300減150，150減75蚊嘅半價優惠券。當大家嘅競爭去到一個臨界點嘅時候，率先倒下嘅就係市佔率最低嘅 Deliveroo。咁今日咧就有好多唔同嘅 KOL 同埋明星今日出 post 多謝 Deliveroo提供廣告機會。以往啊，我最印象深刻嘅廣告就係黃秋生同埋林海峰，其實咧就主打一個本土嘅情懷。但係問題就在於啊，外賣平台同埋外賣員都唔係僱傭關係，亦都冇勞工保障。結果有好多人呢都係3個平台一齊開，所以大家喺生意模式上嘅差異性呢其實係好低嘅。消費者用邊一個平台，一樣都可能係同一個南亞哥哥送過嚟。如果係咁樣嘅話，點解消費者唔去揀一間最平嘅平台呢？所以大家都反思一樣嘢：如果個行業各自嘅差異性唔太大嘅時候，到底投放廣告入去做 branding 仲有冇價值呢？再去到最近 Foodpanda 之前都仲會揾木村拓哉同埋鄭嘉穎拍廣告，但係最近嘅10週年廣告同埋最新嘅優惠碼廣告都已經轉咗用素人拍攝。最緊要就係啲信息咧係可以傳遞開去，反正啲消費者咧嘅重點都係睇有咩優惠。如果你夾硬要講個差異性嘅話，就係 Deliveroo 咧係有設立雲端廚房。即係明明嗰間餐廳喺你個區嘅附近係冇開鋪嘅，但係你叫外賣嘅時候，居然咧就有嗰間餐廳可以選擇。其實就係 Deliveroo 租咗一個地方，然之後就集合咗好多嘅品牌喺同一個廚房入邊進行煮食。之前 MM 咧都拍過一條影片，就係外賣叫全球知名 YouTuber MrBeast 嘅旗下漢堡包送到過嚟嘅味道就係強差人意。原因就係因為個廚師都係根據一啲嘅指示進行烹調，淨係可以話煮到咯，唔難食就已經好好噶啦，所以就做唔到一個差異性嘅優勢。今次嘅事件呢，大家都要認清一個事實，就係唔係淨得外賣平台，基本上而家國內嘅公司大規模進攻香港，例如淘寶就已經喺尖沙咀開咗家私嘅展示鋪，然之後最近呢又開設翻共享單車 Hello Ride， 再加上有好多嘅飲食品牌都落到嚟香港開分店，仲有好多1000多行嘅人落嚟。咁唔通香港嗰啲熊貓真係咁吸引咩？咁我諗就真係嘅，咁我係真心噶。如果香港人北上嘅消費購買力係咁吸引嘅話，其實發展去到下一步，好自然呢就會變成佢哋主動過嚟香港揾生意，唔使你再花時間搭車過去深圳，佢哋直接去到你門口提供服務。香港喺過去嘅生意模式都係依靠住財團發展地產，然之後就聚到一班嘅人流，有需求進行消費。大家祈求嘅係效率，最緊要夠快。
如果你要笑容要服務嘅話，就係另外嘅價錢。而內地企業嘅發展模式係唔會好似唐英年咁講，要計得掂條數先做，而係見到有個需求有機會就會衝入去㗎啦。佢哋追求嘅係市佔率在先，然之後先至去諗點樣賺錢。因為每隔一段時間呢，就會有後來嘅競爭者可以入嚟取代市場。例如話而家喜茶啊、奈雪啊就已經 outdated， 取而代之嘅就係霸王茶姬、阿摩手作，又或者平價嘅蜜雪冰城，就係同你捲到咁樣，永遠呢都可以同你細分唔同嘅市場，然之後再進行分一杯羹。所以啊，啲企業如果盡量唔去霸佔多啲市佔率嘅話，人哋就會去搞掂你㗎啦。咁舉個例子啦，其實霸王茶姬當初最大嘅對手就叫做茶顏悅色，咁只不過咧呢間鋪頭就實在太有性格，仍然堅持一個直營嘅模式。咁你用自己所賺到嘅錢去開鋪，擴張規模同埋速度，肯定就冇霸王茶姬引入資本同埋連鎖咁快。原本咧個個人都走去茶顏悅色嗰度排隊，但係後來已經發展到啲消費者係感受唔到兩個品牌產品之間嘅分別，但係人哋啲分店又多過你咁多，就係咁簡單。所以香港啲企業呢，如果仲想坐定定咁樣安穩賺錢，就一定冇以前咁容易㗎啦。如果仲唔認清事實，去改變經營模式同埋思維嘅話，咁就真係自求多福啦。以上就係今條片嘅全部內容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嘅話，就麻煩大家幫手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我係嘉里，講嘅係股票經濟理財實用知識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